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请备办心，今仔日早祷的时间。咱做位来祈祷，天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清早的时阵，互阮会当来敬拜你。主，阮感谢你会拣选，伫万人中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成做你的囝儿。主，阮要起条即个福气，来跟对你的脚步。主，特别这是一早祷祈祷的时间，主啊，恳求你赐落祈祷的稳定，赐落祈祷的能力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互阮祈祷的时阵是有快乐的，互阮祈祷的时阵会当享受甲主同在的平安。主啊，搁较侪充满伫阮的会堂内面。互阮领受圣神新的恩膏，互阮每一个人搁较谦卑顺服主你的带领。主啊，阮每一个祈祷你拢垂听，阮每一个呼求你拢要带领。主啊，愿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有较无的心，互阮伫祈祷的时，甲主搁较深的相拄。主啊，阮也将压要来到教会当中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恳求你保守因每一人的脚步，互因会当平安来到教会。每一个人拢带着较无领受的心来亲近你。主，阮将今仔日的早祷会，佮线接的敬拜，拢交托伫你的手。愿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先来吟这首诗歌，我是仰望你。咱每一个信徒拢爱时常仰望咱的主，伫每一天顺境、逆境，拢爱仰望咱的主。你是我主，我的梦，是我一生就拨甲开朗。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原来甲平安。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相信让你快乐平安。我相信你快乐，我相信。感谢上帝时常甲咱三角伫地，也时常赦免咱这软弱的人。伫诗篇51篇第10也17节，咱就熟悉的经文内面，安尼讲，咱做伙来念：上帝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互我内面面有有诚心，有正直的灵。神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轻看。是咱的上帝是帮助咱的，伊爱咱的心是清洁的。咱常常会犯罪，也是讲唔对话，也是去得罪人，咱唔知影。所以求上帝来启明咱的心，互咱会当伫
无搁伫做行，互咱伫言语顶面，也是咱的行为顶面，真做别人的祝福。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真正有一个合上帝心意的生命。主感谢你，经选阮真侪个百姓，主帮助阮，较无的心，悔改的心，阮常常甲你连结。主阮若有得失人，也是主你做主你无欢喜的，求你赦免阮，帮助阮，求你证明，互阮知影，阮所犯的罪，也是阮的软弱，拢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洁净阮的心，帮助阮，真做你所欢喜的囝儿。我搁一摆你的面前，因阮的罪，愿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接着咱来看下面这段经文，伫诗篇33篇18节到22节，咱嘛做伙来念。耶和华的目睭看敬畏伊的人，看仰望伊慈爱的人，要救伊的性命脱离死亡，保存因的活命伫饥荒的时。阮的心神平素听候耶和华，伊是做我的帮站，做阮的盾牌。阮的心要倚靠伊来欢喜，因为阮平素倚靠伊的性命。耶和华，愿你的慈爱临到阮，叫阮所仰望你的是。我有拍红色的字讲，耶和华的目睭，伊要看顾敬畏伊的人。咱是毋是有敬畏伊？咱家己问，咱敢有敬畏伊？伫每一件代志敬畏伊。咱若是敬畏伊的人，伊要用伊的慈爱，常常来看顾咱。咱的心，特别伫即个混乱的时代，可能是伫工作顶面，也是咱的家庭内面，互咱有济的挑战，会感觉讲祈祷甲成上帝无咧做工，也是上帝无咧听人祈祷。咱的心有当会失掉信心，但是咱爱知，万事听候上帝，听候耶和华伊的作为，伊要成做咱的帮站甲盾牌，所以上帝的囝儿啊，咱着爱常常听候耶和华，耶和华伊要伫咱的祈祷内面来成就美妙的事，所以咱的心爱安怎常常欢喜，用祈祷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欢喜的心向咱的上帝来祈祷，倚靠伊来祈祷。所以，咱要来为咱家己来祈祷，咱来感谢上帝伫咱个人、家庭、咱的囝儿逝世，也是咱的工课、健康的保守。咱嘛会当用咱拄则迄个经文来祈祷，感谢上主伊的慈爱。咱做伙开喙来开声祈祷。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仰望，你是阮一生的仰望，阮的将盘讲的快乐，我们伫你的面前来恳求你，感谢你，感谢你是阮的拯救者，你一生看顾阮，主你知阮每一个软弱甲需要，阮将阮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愿你赐福阮的生命，阮的家庭，阮的健康，特别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因伫软弱当中，若是失去信心的时阵，就更较需要主的扶持。愿你目睭时常看顾阮每一个人，愿献上阮的祈祷伫你面前，阿门。所接咱来为着咱教会内面有病痛，也是伫治疗的肢体来祈祷。我最近伫大岛社收到足侪有人看病的大岛卡，看到遐个大岛卡内面足侪实在真烦恼。但是当因在写大岛卡的时阵，就是对上帝的信任，甲对上帝迄个帮助的快乐，迄个信任。所以咱嘛爱学习迄个信心的功课，特别为着这有病痛的兄弟姊妹，也是因的家庭来替因祈祷，互因伫这软弱的内面，佮较有快乐，面对这病痛的攻击佮挑战。咱嘛为着咱教会内面这大业，也是经济困难的，咱来替因祈祷，互因的家庭会当有搁较好，
较圆满。咱嘛为着咱教会每一个家庭来祝福，咱做伙开喙。哈利路亚！主，我们伫你的面前，为着教会面对看病，也是感情攻击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主啊，恳求你怜悯因，赐福因，互因的信心软弱的时阵，无绊倒。主啊，你有缘甲因三甲地地。主啊，你正做因一生的照伴甲快乐。主啊，你知影伫病痛中会软弱。主啊，你知影因会无够额。主啊，恳求你出你的圣手来扶持因。主啊，陪伴因厝内面的人，互因有坚定信心来依靠你。主，你也祝福我教会内面在待业还是经济有困难的兄弟姊妹，互因会当早日找到适合的工课，互因家庭经济会当稳定。主，恳你祝福教会每一个家庭，互每一个家庭因为甲上帝同在，得到保守甲看顾。感谢主，阿门。煞接咱嘛为着咱会当搁较热心来传福音，来献上祈祷，求上帝帮助咱富强教会，诚做传福音的教会，特别嘛来为着咱台湾的百姓会当认捌咱这位高活高真的上帝来祈祷。咱知影，咱最近台湾有足侪偶像的崇拜的迷失，也是遐进香看了有当时当然咱会尊重因的信仰甲宗教，但是咱较重要就是替咱的台湾的百姓来祈祷，互咱的台湾的百姓会当拍开因的目睭，拍开因的耳孔，来认捌这个高真高好的上帝。咱做伙开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恳你祝福阮的教会，阮的教会诚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主帮助阮的兄弟姊妹，真实诚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互阮勇敢来为主来传福音。主啊，特别我嘛恳求祝福阮台湾的百姓会当来认捌你。主啊，侪人毋捌你。主啊，你是掌权的上帝，恳求你的权能来伫台湾每一个土地，互台湾的百姓拍开因的心门来迎接。正做你的救主，主啊，祝福台湾的百姓，台湾这个土地要正做福音会开源，主啊，帮助阮兄弟姊妹，会当正做福音的出口，福音的经济，祝福台湾的土地。过来，咱来为着咱今仔日2堂的礼拜来祈祷，特别为咱的夏牧师今仔日的服侍，甲伊的讲道。有特别为咱兄弟姊妹有敬虔领受的心来祈祷，为咱各团契的服侍，为着咱即摆咧进行的主日学、查经班、门徒课程，来为因祈祷。每一个祈祷拢有上帝灵力伫内面，帮助讲师，也是学员，也是主日学生，拢会当伫每一摆这主日的时间内面，拢会当领受新的恩膏。那么恳求圣神来充满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充满咱家己，咱做伙开喙。哈利路亚！主啊，阮搁一摆将阮的牧师仰望伫你的手，主啊，恳求你新的亮光赏赐予伊，互阮的牧师伊今仔日所投放的信息，诚做阮每一个人的帮赞。主啊，恳求你也帮助阮兄弟姊妹有敬虔的心，来领受主你所要互阮的话语，互阮的性命得到改变，得到调整。主恳求你嘛，切切保守看顾圣神，甲阮每一个团队，甲阮同工三甲地地，包括阮主日学的老师，互因伫服侍的时阵有上帝来智慧，甲教导来帮助阮的囡仔，在细囝来认捌你。主甲查经班，也是门徒课程的老师，也是这学员，拢伫这个学习的内面，搁一摆来认捌圣经的真理。主，阮嘛恳求圣神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包括每一个兄弟姊妹谦卑领受主你的教示，甲主你的话语。我要将今仔日的服侍敬拜交托你的手，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来求，阿门。煞接咱请咱起立，咱来用这段为来富强教会宣告的祈祷。
来祝福咱家己的教会，咱将咱的只手举起来，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家，是传福真理的教会，是活出基督听的健康教会，是信徒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是信徒愿意委身的教会，是信徒彼此相听、彼此连结的教会，是代代门徒跟对主的教会。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我只仰望你。你是我主，我的唔通，是我一生就我甲归他。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原来甲敬拜。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相信向你归路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原来甲敬拜。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相信向你归路敬拜。你真该确信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原来甲敬拜。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相信向你归路敬拜。我相信向你归路敬拜。咱继续来敬拜的主，大声学咱的主。全心无人进你的门，全心颂赞献上敬拜，是最美的果子。你来临拢无快乐，你无满满，
来敬拜咱的主，大声欢喜，学了咱的名，学主的名。咱来吟新圣诗38首。Yeah.
哈利路亚！我要感谢天顶的主，我的上帝，我要学到你，我要敬拜你，我要调敬你，我要领受你对天顶无限的恩典的祝福。主啊，阮搁一遍来到主你面前，不是一礼拜一摆的时间例行的公事，是阮心神换心正直，阮脚步，阮重新领受到上帝你的恩果甲祝福，领受到你天顶来的启示甲开力。互阮真侪生命的勇气甲能力，所以阮的敬拜是心阁有力，是仰望脚步的敬拜，是上帝你恩典赐福的敬拜。所以阮同心一意伫你面前，愿圣神伫阮中间来做工，互阮伫你的面前的敬拜、祈祷、学乐，祝你。来领受，对你来领受恩典，互阮经历了上帝你的祝福平安。主啊，这是上帝你的应允，你的正百姓。当阮搁一遍来到你面前的时，我们感受到主你的平安甲喜乐。所以愿阮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归荣光伫你。我的学乐，我的感谢，我的恳求。也请到伫主你的面前，愿主你恩典听从，伫每一个专心一意敬拜仰望你的人，我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请游园徛底，咱今仔日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坐读做伙来领受这个咱的信仰告白，咱照。伫即个任务内底，咱一句一句，咱做伙来读。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是一个死过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手持开力，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阿门！大家请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煞接下面的礼式，牧师搁做一两项的报告。拄则咱是。纪念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这是伫1985年，1985年所成立的咱看见这个见证，就是咱伫台湾这个境遇，咱来告白咱的信仰。但是伊较长啦，所以牧师伫今仔日咱礼拜顺便分做3段，拄则读的是第1段，咱来读圣经了，从圣经前搁读一段。咧，迄个讲道了，搁一段，咱会当慢慢读内面的意思，了解这个信仰告白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意义吼。第二是咱小等的讲道了后，咱有要搁进行52期中保大岛的祝福册派礼，咱请所有的大岛勇士大家闭万心，伫2场礼拜，咱伫迄个时大家徛到主面前，咱就会倒去同心祈祷，咱个时间来交咱的思会。启应文第55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植，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
恁若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缀我，明仔载互人切落大火炉。伊减毋过甲你糟蹋，所以你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迄个人，遮个人是外邦人在追求的。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在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全能荣耀的上帝，创造宇宙有权柄、有丰富甲滋外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知天甲地拢对你的话出来。你讲有就有，你创造世界有生命。你互人统管万物万物，这是何等的恩典！人算啥物？你竟然看过伊，你也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阮的罪来死，3日过活，来见证你的疼是超过生甲死，也互阮知你是遐尼啊疼阮。阮阁有啥物会通夸口？阮阁有啥物会当来阻挡你的疼？今仔是5月份的第1礼拜，也度过劳动节，阮也要为劳工的权利感谢上帝赐工作的能力机会，为劳工的权益、公平薪资、甲安全的工作环境来祈祷，特别是伫经济无稳定中。互所有劳工朋友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生活，阮也要为经济挑战甲社会稳定来祈祷，求主保守台湾面对美国对台湾商品提高出口的关税，对出口的产业造成压力。求主使政府甲企业有智慧甲能力面对挑战。维持经济稳定，求主使互领导者有智慧甲谦卑，正治对话甲社会和解，共同创造民主制度甲社会的和平。求主保守台湾的安全，使政府甲军队有智慧面对外部威胁，伫国际中。追求和平甲稳定的关系，过来，阮也要为着阮的家庭来祈祷，尤其是后礼拜是母亲节，伫这也求主保守每一位妈妈有健康的身体甲平安，求主恩典甲疼痛充满伫兄弟姊妹的家庭中。建造一个上帝所欢喜的家，将对基督建立的家会当分享出去。阮也要为着教会的牧者、长老、长职甲小组长因的家庭来祈祷，感谢主，互富强教会有成立小组，彼此关怀、彼此陪伴，伫这充满无平安的世界，求主看顾阮的囡仔
的心灵，拢有主充满，无偏离，有耶稣陪伴甲成长，伫同学之间会当有正确的圣经教导伫因的心中。最后，也要为教会中身体有病痛的兄弟来祈祷，求主的灵亲自医治因，伫因承受病痛身体无爽快，会当紧紧来跟对你，随时求你来医治、来安慰、保护因，无受病痛的搅扰，伫试探中会当紧紧跟对主到永远。求主互50周年筹备团队伫活塞中拢顺利，会当将50年来的成果献互上主。感谢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受上帝的话，也长老，咱搁做伙读是到迄个长老教会信用个别第2段。请。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和解的使者是普世搁定根伫本地，入当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5万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圣经有2段，第1段记载伫诗篇第37篇第50到第60。我来读，就将你的路途交托上主，我靠伊会甲你成全，伊会互你的义亲像光发出，你的正直亲像中昼的日头。第2段马太福音第6章31节到34节，我来读。所以你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也是阮要啉啥物，要穿啥物，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恁的天父知这个拢是恁所需要的，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这个拢继续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咧操烦，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献诗请信歌队，今仔要献的诗是耶稣，阮的毋望。献诗了，请本会学务处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大来稳定的梦想系列第2讲，勇敢梦想，上帝同工。我心靠。
哈利路亚，感谢主！多谢圣乐队耶稣，我的愿望来请做咱今仔日的敬拜。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耶稣，咱的愿望，也就是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题目的一个真好的提醒。愿望、梦想以及意向。拢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伫主的听、主的大能力的内面，拢爱学习的一个操练，毋是干那功课，那是爱操练。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同心先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典赐福，互阮兄弟姊妹三甲有份伫富强教会三甲组织敬拜。主啊，阮会当组织伫遮，毋是一个偶然的事，也是一个临时发生的代志。是因为上帝你奇妙的恩赐，因为主你设立圣会，毋是干那是人的组织，是你要通过你的教会来宣扬主你的拯救，通过你的教会来传播福音，也通过你的教会来真侪见证主同在快乐以及大能力的一个地点，所以阮有份伫遮。阮就是有份伫上帝你的去做，愿你的话成做我的快乐，互阮更较动心一里伫你面前，
做伙努力来承担、来拍拼、来推动上帝你伫阮中间的调兵。愿你甲阮伫地，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有时会当用几礼拜时间做伙想一个大主题，安尼对咱的即个印象啦吼，也是讲对咱的思考会较连贯安尼。咱今日要三甲思考的是讲带来恩典的梦想。第二讲主题叫做勇敢梦想，上帝就做工。咱伫顶礼拜吼，顶礼拜咱伫第一讲的中间有讲几项的迄个话题，我望讲咱大家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承接就对啦吼。咱咧讲起就讲，上帝赐互人有迄个梦想的能力，梦想。咱特别有开题讲，迄个梦想毋是空虚梦想，梦想甲梦想是无共款的。即个梦想是有目标的，是有动力的，是有成就的，是会实现的安尼。所以咱讲人若无梦想，就是行尸走肉，敢毋是吼？所以有梦上好，有意向、有希望、有愿景，就是咱基督徒一个伫即个实际的社会中间，咱通对信仰领受到上大的祝福、提醒甲启示的要紧。顶礼拜咱讲第二个题目是讲，有即个梦想的能力，要对照讲，人因为面对着即个空虚，面对着即个无意义的人生，有带来一种绝望，特别是人的活命的存续。所以人看起即个世间世事拢是运转搁运转，重复搁重复，无新鲜的事，人会去陷落伫迄个郁卒无愿望的情景内面。总是咱基督徒感谢上帝，因为上帝为着要帮助咱克服即个，就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甲咱世间人即款的即个绝望，世间人即款的软弱。主甲咱承担，互咱拄起遐个罪迄个绝望的捆绑，所以鼓励咱大家讲，着爱伫即个信心的内面，伫迄个有目标、有信心的内底，来开始步迄个梦想的路，也是讲孕育梦想安尼。咱煞接，咱要讲第二部分，经在咱小等下会阁复习啦吼咱要讲，人会当突破，人会当推动成就，是因为上帝常常将大个困难的事摆伫咱头前。基督徒咱拢会想讲上帝我毋免拄着艰难的事，但是常常上帝讲要用你，常常讲上帝要兴起你，上帝要造就你，伊就把困难的事摆伫你的面前。看是你要逃闪，你要拒绝，还是讲主帮助我，互我赢过即个艰难的事。这是基督徒心态的问题，对无？咱世间人嘛讲尽量拢挂免事牌，有咱讲挂免事牌上好。但是世间大家拢不免事吼，你都无什么意义就无什么我的迄个动力所以兄弟姊妹，咱三个学习的是讲，上帝要祝福人的时阵若要祝福你，就先一个梦想互你，是一个愿景互你，是一个想象有人即讲想望，拢不要紧，就是你感觉倒一个位句较合理的思考啦即个梦想先放伫你的心内，所以既然是安尼，你要得到即个梦想是真实的呢，即个梦想是有气力的，即个梦想是会当成就的。毋是讲突然间一个梦想走来，你怎倒伫遐？梦想梦想就来毋是伊是你若想要有即个梦想，你都爱先找上帝的旨意，甲上帝求讲主若凭我即款的个性，凭我即款的温顺甲能力，什么款的梦想你要互我？所以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梦想，毋是黑白想安尼做白日梦毋是啦。所以甲主求
基督徒这点千万唔通无，啊若无真正就会变做乌白想就对了，乌白乱想就对吼。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而且有记载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是目睭所袂捌看见，耳孔所袂捌听见，人的心也袂捌想到的。兄弟姊妹，你看起这句话什么意思？唔捌看见，唔捌听见，唔捌想到的。安尼什么意思？上帝准备予你的，若是你拢知吼，啊，就无，都唔是一个奇妙的事啊嘛，唔是一个搁大搁困难的事嘛。所以上帝甲咱准备的，若是临到你，你还讲主啊，感谢你，好佳哉，你有想到我，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这个梦想若无你想事，我就做袂到，想袂到。所以这个事，咱的上帝伫创世以前就准备好，这是咱基督徒一个基本态度。主要予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咱知影，伫19世纪吼，咱亚洲这个所在有足侪国家，拢开始进行着一个叫做宣教的大运动啦。宣教的大时代，咱的台南拄好是160年前马国医生来，同迄个时阵，伫中国的大陆有一位出名的宣教师叫做戴德生，戴德生叫做 Taylor， 这个戴德生，伊到伫中国，而且呢，咱知影对伫当时咱也有读过清朝时代历史就知影讲迄个时阵英国甲法国无发生什么英法联军啊，迄个鸦片战争对无就是甲中国几个城市拢甲拍开啊，沿海的都市、沿海的海港甲拍开，为着要做生意嘛迄阵嘛是咱台湾属清朝管的啦。所以咱台湾的淡水甲高雄打狗嘛，互拍开啊！共迄个时阵，中国嘛差不多。毋过有一位戴德生牧师伊想讲沿海足侪英国人会当来去啦，无稀罕。我就是要来到中国的内陆，伫遐来传福音，因为遐真困难接触到外国人，真困难接触到迄个宣教师。所以伊就创立一个，咱若听这捌看过这个故事，你就知影叫做内地会，捌听过内地会，也是讲内地会，就是讲伫内地啊，毋是伫沿海啦，因为沿海较紧发达，有船来运搬一寡外国米来，但是内陆拢无啦，所以这个为着中国来奉献一生的这个戴德生牧师。伊是一个用信心献身的人因为咱知影迄个时阵清朝时代伫中国内陆实在是安尼讲，逐项拢欠就对啦所以当咧宣教的时阵，哇，迄个事务愈来愈多，但是伊需要骹手，需要帮手，需要宣教经费，毋过一个去无人帮忙啦，压力愈来愈大我实在是讲，人讲安尼焦头烂额毋知要哪过日就对啦。迄个时阵，中国的内陆文盲遐尼多，要找到帮手拢困难，所以伊实在是走投无路啊。伊讲我有这个梦想要来中国宣教我一个踏入这个所在逐项要啥无啥话，要安怎？伊谦卑跪到历史的面前，祈祷讲主啊，我为着你的缘故离开故乡来到中国传福音啦。不过现在都无人帮忙呢，也无财务的资源，安尼我要安怎做呢？哇！伊就祈祷，祈祷了，伊咧献圣经的时阵，拄啊读到咱足熟的经节，就是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伊讲：我是葡萄树，恁就是枝。兄弟姊妹，你看见这句话大家人拢知，嘛要暗念。你若读到，你有啥物感觉？你这咱读圣经的意思啊。你若是用无代志，你读这句，
啊，你就想着葡萄树，啊，葡萄好食无？啊，才有红葡萄，啊，嘛有迄个青的葡萄，啊，你食会欢喜，啊，你可能你的想法，啊，你就正确啊。但是有一个梦想的人，对主较无的人，戴德生看见即句话吼，无共款啊。即句圣经在伊安怎想？咱讲亲像，咱讲亲像电光火石，甲拍动伊的心。讲啊，咱读都无伊哪会有啊？差伫倒？差伫即个戴德生，伊已经若要用人的角度讲，走投无路啊，进无路，退无步，啊，搭要安怎？但是即句话，互伊一个真深真深的感想。伊想我啦，哎呀，对啦，我来无想到，讲主既然是葡萄树，啊，我是枝，我即个枝吼。家己袂晓制作呢，是葡萄树头才会供应呢，所以伊应该知影我需要偌济，伊会为着我准备，因为是树木供应即个水分、甲养分，哦，即个枝嘛、甲叶嘛。啊，所以我白白咧烦恼操心，我是咧操心啥？我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若是安尼，我的葡萄树是上帝。啊，供应是对上帝来啊，所以原来迄个艰难困苦的心就消除啊。所以伊就甲主祈祷，戴德生牧师的祈祷讲：主啊，水分甲养分原来是你即个葡萄树要提供的。你现在起，我要将所有的事拢交托你，坚信你要供应我一切。今日即位，若确实毋是一个。奋志要为主做工的人，伫咧行无路，逐项拢碰壁的时阵，伊读册经济，伊就无即个感动啦。但是因为即个经济，互伊感觉讲，我就是爱行即条路，毋是靠我家己去，亲像那个无头苍蝇安无用，是我爱求上帝来供应啊。所以伊就去接到即个葡萄树啊，迄个水分就来啊。啊，所以呢，伊一个真大的平安入到伊的心内，伊一切烦恼重担就放落啊。伊讲对迄摆以后，即个戴德生牧师每一摆祈祷的时阵，伊就经历了上帝的供应，因为伊知影要怎接到即个葡萄树头，用祈祷甲物质的馈力得到足侪资源吼。所以咱知影讲，戴德生牧师吼已经传5代啊吼，伊的子孙现在还搁伫台湾、伫香港。继续咧传道理，继续咧做工擂地花。啊，你也看到迄个说地吼代啊吼，代其实是咱中文名嘛，但是伊就是迄个 Taylor 即个名甲号做地吼。啊，你也看到外国人说地，啊，佫讲华语讲啊足标准的，大概是拢戴德生牧师的子孙啦。伊还佫。最近还佫有伊的第5代的款吼，还佫伫即个中华福音神学院伫遐咧宣扬咧做工。啊，所以伊诚做特别因为伊历史足久嘛，一代一代嘛，啊，所以诚做中国宣教史，哇，实在是足重要的人物就对吼。所以像你即位，咱无论做主的工，也是伫咱的家庭、伫咱的事业，当你甲即个位置。甲即个处事超好，就是讲，当咱要替上帝去做工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有压力来。我好像我要替上帝做，上帝袂晓的，爱我该帮忙，毋是的。因为诚做上帝百姓，咱无法度为着家己准备，因为咱爱照上帝甲咱准备的来做。你会像就一个轨道，哈，就咱的迄火车迄个路，甲你铺好啊。啊，就足顺序。啊，你若家己要走，啊，铁轨路都无走遐去，啊，你较走嘛走袂到。所以，兄弟姊妹，咱对伫迄个上帝为着咱准备迄个大个困难的事的时阵，你爱先找求讲，即个葡萄树有供应无啦，吼。所以，当咱专心相信我个上帝，将重担放伫伊的面前，咱迄个较重的担拢会放落，亲像心中的平安就来啊！搁较大试炼拢会当赢过，安就对。兄弟姊妹，即个搁大搁难的事实
嘛是伫咱福江教会发生啊。咱咧常常讲，常常提醒，一代讲过一代，咱才会发现讲，这个梦想毋是天边海角的事啦，毋是远远伫外地的事，伫咱福江教会亲自发生。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感谢上帝。福江教会上水的故事就是，咱差不多20年前，咱做伙编一个梦，一个悬的梦想，就是定心起做这个新的礼拜堂。有经历的兄弟，你的确了解牧师要讲什么，所以我就无详细吼。但当咱这个周年庆才来佫讲安尼。咱定心起礼拜堂，迄阵我了解。咱的教会都无100-200万啦，无偌济钱啊！啊，佫有咱的前辈同讲讲，好，若要去吼，我奉献这条钱安尼，当一个小可钱，但是敢是牧师还是长执讲我要梦想啊，就有啊，无啦。是兄弟姊妹讲，这个梦是上帝要予咱的，这个梦想，这个意向。毋是空虚梦想，这是上帝要甲咱成就。但是你毋是坐伫遐等，是我要做伙，大家同心拍拼，做伙去做。所以对伫这100-200万的存款，咱起一个规亿的礼拜堂，佮含对面的地下室几啊百平。对无够有啊，伫咱中间发生啊，吼，除非讲阵10岁囡仔。14-15岁囡仔毋知以外，咱大家拢知啊。啊，这就是一个美梦成真的故事，伫咱中间发生，敢毋是真值得咱一直去讲呢？咱要迎至50禧年，这个代志嘛，诚做咱一个动力，讲有上帝甲咱成就，咱嘛确信，过来50禧年过，咱一个新的梦要来。兄弟姊妹，你有造梦无？你有要织梦无？你有要想这个梦是倒里？伫咱下一代来发生无？这拢是咱一个故事，也是讲咱一个成就，也是咱一个快乐。所以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有时是共同的事、大的事，但是有时嘛是伫细项的事中间经历着上帝供应啦。我来讲看起一个故事吼，就是咱知影出名吼的韩国。顺福音教会赵永基牧师，吼，伊伫疫情的时阵，好2-3年前过身啊。伊咧讲一段故事嘛，感觉真感触呢。伊讲，这个故事讲，伊伫落地啊，吼，伫个西装口袋发现上帝的准备啦。咱知影这个赵永基牧师，伊的时代，伊开始出来传道理的时阵，也拄啊是罕见。咱知影讲罕见吼，啊。1951年差不多，迄个时间，啊，包括咱台湾嘛共款，迄个时阵台湾的迄个物资啦，咱的经济是真歹，韩国搁较歹，因为战争嘛。啊，拄伊来传道理，啊，迄阵打初开始4人伊毕业，伊是配合美国的宣教师，啊，伫首尔这个所在，啊，伊开拓一个所在叫做佛光洞的所在开拓教会。迄阵都开始啊6个人尔，吼6个人，因为无人啊。伊的家庭，伊的太太，啊，佮伊的老母，安尼啊，就5-6个开拓，啊是用帐篷啊，用帐篷搭的一个礼拜堂安尼啦吼。但是伊安怎经历这个新约，毋是讲偌大的新约，当然后来变做全世界上大间的教会，才是新约中的新约。毋过伊一个小故事，伊讲，这中基牧师讲吼，伊迄个时代。真正欠亏就对啦，啊，所以当伊开拓教会时阵，伊的老母足欢喜。啊，伊的老母是住伫釜山，咱知影韩国的南边有一个大城市，像是釜山。有听讲亲像咱台北甲高雄的感觉啦，吼，高雄是一个海港嘛，啊，台北是首都嘛，啊，首尔就是首都，啊，釜山吼就是海港。啊，伊讲看到囝儿吼。传福音开拓教会，伊偌欢喜的呢，伊就讲要来坐火车来首尔来看伊的后生啦。啊，伊一听到老母要来吼，一面欢喜，啊一面烦恼，烦恼啥货？伊讲迄个时阵吼，4天哦，连4天拢无法度啉到一碗糜，你看偌艰苦。
韩国反应，迄当时安尼艰苦，所以情况吼，伊要接待因老母都困难，伊咧烦恼啊，啊老母要来吼，当然足欢喜，啊即声，老母听到囝儿开到教会要来甲看，啊若无山珍海味吼，上无嘛3顿安尼吼，毋过吼，你看，迄阵做传教者、宣教书、传道理，连3顿拢袂顾一安尼，讲身躯无半线，无米也无菜。啊，迄日吼，拄啊，迄阵韩国诶，迄个宣教师拢伫遐传福音，伊伫一个广场诶内底，伫遐咧开一个布道会，啊，就迄阵吼，即个地方基牧师吼，英文诚好咧，伊就做翻译。啊，一人翻译，伊就想讲，哇，阮老母要嫁，要来到火车站啊，我要去接伊安尼，啊，我无能力人接伊，啊，免怎啊，无钱人款待伊呢，啊，我要安怎才好啊？啊，所以吼，一面翻译一面烦恼就对啦，差不多吼。毋知影反正伊嘛毋知啊，啊，所以伊一面想一面勒主基督主啊，我是服侍你的人呢，啊，你毋通啊，我做袂到，啊，互你的名受辱，讲一个传道的老母吼，啊，来到首尔即个所在，连一个大的所在都无好势，啊，连3顿都无够，啊，就安尼一面烦恼，一面烦恼，啊，就特会结束啊，啊。啊，佮咧想讲，即条钱要对倒会来？上无一寡钱，人买一寡物件来互伊老母。啊，一面想到钱的问题，嘛是无法度啊，烦恼啊。啊，做即个自费线，伊就赶紧赶去迄个车站去接老母。啊，毋过吼，你看偌困难，讲连坐公车的钱都拢无啦。啊，咱讲人吼，若咧读落地啊空哦，拢想要。面落地啊有无？愈无就愈想要找，啊头前啊找，后壁啊找，啊摸，哎，那遐奇怪啊！伊突然间讲，伊的西装的落地内底发现一个信封，一个落啊，啊内底落啊竟然有放钱啊！而且遐钱拄好有够通，互伊接待的老母一礼拜，爱当买一张回程的车票，火车票等于釜山安尼。伊较想都想无，毋是咧讲假啊，都真正无钱啊。但是是安那，什么时阵有一个纸落啊放伫个西装袋啊内底，伊毋知，因为无人亲手交互伊，人讲啊有人摕物件咧传道啊、牧师啊，即个互你，拢无咧，所以伊就要讲啊，这是天使甲放的就对啦，伊就感谢上帝。啊，伊咧讲这个见证，是讲若无信的人、毋相信的人，一定是讲。哎呀，迄个想嘛知，一定是有人吼好意甲你落落嘛。啊，这是一个安尼，大人想嘛有诶代志，无算啥货。但是你啊看，对于一个有信心的牧者，伊安那想，伊讲互伊知影讲，上帝会介入伫你的生活的中间。有影，迄也毋是偌济钱，但是伊就是及时互伊解决伊的燃眉之急就对啦吼。当你将家己的困难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上帝会互你生活每一个细节就有好的准备，因为主早就知影咱的需要，伊会用伊咱想象袂到的方式来满足咱。所以意思讲，伊就困难啊，啊，就甲主求啊，无灰心恳求，我靠主。所以伫个生活中，伊感觉这是新约，别人讲啊，一定是有人听你嘛，啊，偷偷落一个。袋啊，互你嘛，因为可能直接摕互你，你会拒绝嘛，啊，就甲你落落。啊，西装袋啊，有时吼足好落的，对毋对？西装袋啊，你若无迄个布通盖的，伊落落足顺序袂，互人袂觉着安尼。现在即位互咱经历着圣经，咱拄则所读的，讲所以你毋免操烦，讲要食什物，要啉什物，要穿什物，这个拢是外邦人咧追求的。恁的偏僻知，这个拢是恁所需要的。就大声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这个物件就要拢煞互你。现在即位，我毋是讲你家己准备毋好哦，但是当你经历了上帝的供应的时，是因为你有先追求主的国甲伊的义。啊，所以圣经在主要所在甲咱讲，毋免为着明仔载来操烦，明仔载代志，明仔载才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这个意思是咧甲咱讲吼，毋是讲你吼毋免准备啦。伊的意思是讲，当你甲上帝的事看作要紧的时，上帝讲，剩的代志我负责。你毋是讲啊，主啊，
我袂，啊，就坐伫遐无要做，是因为你为着主的工作大成，上帝讲好过尽忠的奴仆，你的欠缺，我要互你安尼。兄弟姊妹，咱知影有一个出名的基督的爸叫做乔治穆勒哈，乔治穆勒啊，就是开孤儿院即个啦吼。伊讲一句话讲，咱伫软弱的时阵，愈会当彰显主耶稣大权能的上好时机。就是当你软弱的时阵，你甲软弱到主面前，讲上帝袂离开咱，也是放咱毋插咱。讲咱愈软弱，伊的能力就愈彰显，伊就愈甲咱亲近。这是叫做乔治穆勒吼。啊，伊讲一世人经历几啊千摆、几万摆的上帝的应允，就对，伊的祈祷上帝应允。所以兄弟姊妹，伊讲吼，搁较侪祈祷，搁较大的信心，搁较侪忍耐，搁较具体的行动，会带来上帝较大的祝福。伊就是开始安尼经历着，伊也将伊的见证分享给大人。兄弟姊妹，所以你我大家拢会拄着难题啦。但是请会记得，当你有拄着难题时，毋是伫个所在烦恼、忧闷、困袂去啊，操烦。拄着难题时，基督徒上好的方法就是到上帝面前呼求上帝，求伊准备好的解决的方案。这个方案大成，咱人爱先谦卑落来，咱该到主的面前，坦诚对伊讲，真正认罪悔改，追求伊的帮助。因为只要咱富强教会兄弟吼，是足幸福，你敢知影？你的软弱，你的艰难吼，毋是干你的代志呢。咱的代祷团队几啊十个人拢甲因当做，这嘛是因的代志。所以小等下咱要做代祷团队的这个车牌，就是你甲你的艰难摕出来，众人伫祈祷室替你祈祷，这是何等大水的事呢？毋是你家一个孤单咧奋斗，是因为咱兄弟姊妹看做亲像一家人。今日有困难，我替你祈祷；明日我有需要，别人替你祈祷。所以呼求，吼，咱顶几礼拜咱听到咱下昌城执事祈祷的故事啊，伊嘛是甲伊的困难写伫这个代祷卡，然后众人大家祈祷。咱要紧的是，个人爱先伫主的面前，咱讲坦诚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毋是讲我做偌侪歹代志啊，上主啊，我需要你帮助，求你赦免我，我无教义的信靠，我无专心追求你，这种的罪啦。所以当咱有艰难的时阵，请会记得骨力写代祷卡。骨力祈祷，你也加入伫祈祷的行列，成做祈祷的一份子。因为迄个亲像一个交织的网嘛，你我互相帮忙，迄个网就愈密愈有力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要经历上帝供应吼，那你老早就知，迄就毋是新约技术啊，就是真侪代志你想袂到的，上帝甲你备办的，安尼才是奇妙。近代的即个宣教之父吼。咱知影有一个足出名的宣教师叫做威廉·克里，啊，有人是讲克里威廉啦吼。啊，伊是到印度去传福音，所以有人甲称呼这威廉·克里，也是讲克里威廉是印度宣教之父啦。伊吼早前甲伊的同伴啊去到伫印度，啊就是大省，咱知影讲到一个新所在吼，就是爱赶紧甲当地语言。把圣经翻译出来，啊，伊就足拍拼，无拍算讲，伫1812年啦吼，已经比咱台湾搁较早吼，讲伫印度因地翻译的所在哦，发生一场大火灾，几分钟吼，较早迄个所在都也无啥物红门图的建筑嘛，所以一个火烧落去吼，烧了了。翻译出版的印度文甲其他伊个写圣经吼，拢烧了去。你若想讲？一个拍拼要为主做工，啊！突然间也袂成功，啊，就烧了了，迄边安怎办？这威廉克里吼，
甲伊的遐个同伴拢大家讲，哇，心拢冷去，啊面拢热去啊。当时，即个威廉克里甲伊的同工做反映的同工陷入绝望的时阵，只有即个威廉克里讲一句话。伊讲上帝会透过这个事，互万事互相效力，伊会互咱得利益。所以现在咱先来感谢。啊，这甲代志都无共款呢。翻译的物件烧了，较早是用手写，毋是现在有电脑存档。好，咱即嘛无电脑咧，会晓用电脑人知影讲你在存爱备份哦，爱备份哦吼，无备份啦，烧了无菜肴。迄个阵嘛无备份的，用手抄的嘛。但是伊讲咱先来感谢。你有想到什么呢？腓立比书4章67节，讲一开无伫看路，都爱用祈祷感谢，将你所欠过的甲主救。主所赐出人意外平安，要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咱的心怀意念。这威廉克里就是用这句话当做伊的信心啦。啊，所以呢，这个同伴就互伊激励着讲：啊，你对，咱唔通为着这来伤心，咱来感谢。所以呢，伊就是做位祈祷讲：主啊，阮几啊年翻译的原稿，互小的小气啊，对人来讲，这是不幸的悲剧啦吼。啊，无法度挽回悲剧，但是阮领受圣经的教导，讲万事互相效力，叫听上帝人得到利益，所以阮深信你要为着阮备办这个好事。事实是歹的，啊，要用祈祷来感谢，啊，你则要安怎想？啊，也毋是脑筋分裂啊，对毋对？但是信心就是安尼，因感谢了后吼，哇，因这个代志当然毋是小事啊。消息传转去到因的母国英国，杂志报道讲，哇，威廉克里因一群人伫遐吼火灾呢，吼啊伫遐吼无人通帮忙呢，到要安怎呢？啊，圣经的原稿拢烧了了啊，啊宣道会吼足大的负担，你甲看，这代志才传播出去，到有英国的教会界得到这个消息，讲安尼好，阮袂当去到印度，但是阮会当甲你帮忙，啊，所以印度足侪人开始奉献。足侪人人力资源，讲啊，因吼反正人才无够，咱搁甲支持啦安尼啦，讲吼得到足大一大帮助，真侪信徒甲因奉献，啊资源拢入来安尼，啊所以吼哇，原来是一个悲剧呢，煞变做一件好事，你敢知？因为以前勉强会当维持开销，因为无人知、无人关心嘛，啊发生这个代志，哇，煞变做。人力、财力都足充足，当时一寡遐个专家、翻译的专家拢投入帮忙，伊讲啊，恁实在是足甘心，我甲你帮忙。啊，所以迄个翻译专家翻译遐个文字搁较精准，啊，文字搁较典雅，翻译出版的圣经带来真好的收入，甚至有一寡钱搁会当囥去到伫中国吼，就是过来到中国来传福音。所以若无即把火宣告，此期会当翻译圣经，无想讲。煞转换一个契机，就叫契机吼。所以上帝有时无照咱的方式，咱毋通一个就灰心，就讲啊无效啊，无路用啊。上帝意念远过咱的意念，伊用智慧来帮助咱改变这个事实。事实吼，翻译圣经互火烧吼，毋是干那威廉克里的代志，就这样代志嘛，发生伫咱台湾。当时的巴克勒牧师啊，伊毋是翻译。迄个白话字圣经嘛，吼，啊，反正吼，迄阵台湾都无印刷厂啦，因去倒位啊，甲遐个稿摕去到上海要印啦。你敢知迄阵吼发生吼，迄个介成是上海事变有无？日本来攻击迄个上海，啊，甲迄印刷厂吼，所有的遐机器啦，所有已经印出来遐个白话字圣经拢烧了了，拢烧了了。那迄阵哦，中国的基督徒、台湾的基督徒，大家三甲祈祷，三甲搁奉献。好佳在，即个巴克勒牧师因迄个时代吼，因有抄本，无完全搁定来，吼，甲迄抄本搁摕起来整理，搁重新拍字嘛，吼，啊，搁重新印出来。
才有咱今仔日咱读的白话字圣经，也是台语汉字版迄本吼，迄个版本，到今仔日还佫真侪基督徒爱用。你若咧背金句，拢用台语的，用旧的圣经咧，伫遐翻译。兄弟姊妹，时间无啥有，我要甲咱迄个重点佫一遍做一个重复，就是讲诗篇37篇50到60节。伊讲，甲家己交托互上主，信靠伊，伊会帮助你。伊要互你的公平如光照射，伊要互你的正义靠伊，伊会甲你成全。伊会互你的义亲像光发出，你的正直亲像中昼的日头。兄弟姊妹，我要较缩结来讲，上帝嘛有梦想呢。上帝的梦想就是讲，伊要透过主耶稣基督来施到救恩啦。伫古早以前，上帝有这个梦想，就是耶稣基督来代替咱，伫顶十字架来拯救咱，互世间人照着伊的十字架，通得到饶赦甲称义。这是上帝一个伟大的梦想，伊疼世间人，用耶稣基督来拯救咱。所以兄弟姊妹，咱遮会受救赎的人，进入到耶稣内面，所以咱就无属这个世界。请会记你伫这个世界，但是你无属这个世界，咱就无受魔鬼辖制。所以当咱接受主耶稣了后，咱成做上帝百姓，耶稣基督成做咱的君王。上帝梦想是安尼，咱世界人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替赎，脱离魔鬼的捆绑，咱要得到医治。所以咱接受主耶稣，开始运用迄个属于上帝的梦想的时阵，咱就要伫生活中经历医治，这是这个梦想。第二个梦想是耶稣基督来到咱中间，因为伊的送香，互咱脱离送香，得到上帝祝福，真做富足。用信心来接受上帝要爱，互咱对送香的咒诅中间的头白，苦难甲送香的咒诅就要消失。这是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对咱生命上大的转变。兄弟姊妹，上帝照着异象甲异梦来引带咱，互咱真做合伊心意的事工。所以伊会甲迄个梦想放入咱的心内，改变咱。伊的心意就成就伫咱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咱讲勇敢梦想，毋是乌白想，是因为咱下伫主的心意，求主的旨意，上帝要亲自甲咱同工。最后咱要讲的是讲，上帝会赐予咱一种叫做创造性的思考啦。上帝毋但甲咱，互咱即个梦想哦，伊会伫咱的梦想，互咱圆梦的中间，互咱有迄个创造性的思想，创造性的思想。因为上帝有应允讲，恁若伫我内面，我的话就要伫恁内面。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世间咱这个世界会进步吼，就是因为有一群人有迄种创造性的思考。迄个创造性的思考，伊佫会当甲成就。今仔日咱已经进到 AI 时代啊，咱实是想象袂到的进步啦。迄就是因为一群人吼，叫做空思妄想，但是迄个空思妄想是有意义的、有成就的，一个拿刀出来，伊甲伊成就起来。咱上帝就是会应允这。咱知影文明发达，就是因安尼有即款新的点子。咱嘛知影讲早前迄个出名的发明的故事，比如讲发明飞机的吼，飞飞机的莱特兄弟，看到鸟啊，你咧飞，讲咱人有法度飞无？你若甲你问，迄个时阵甲你问，你讲这个人读甲歹去啊，对毋对？但现在飞机飞伫天顶，发明电火爱迪生，伊嘛是空思妄想的啊。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坐伫苹果树骹，袂晓想的人讲，我捡到一粒苹果，袂歹食。会晓想人讲，奇怪，苹果哪会无对天顶起来，哪会要对下骹落来安尼？就是安尼，创造性的思考要带来世间的进步啦。拢知影这个故事。所以兄弟姊妹，咱明白上帝的旨意，就是爱勇敢做梦。爱明白伊的心意，毋是家己乌白想，是咱的梦想甲上帝旨意连结的。所以知影上帝为了咱准备搁大搁难的事，
为了完成伊的旨意，咱就爱家己欢喜家己奉献出来。先追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意思讲，我把我的主权先交互主，主就要为你所准备。所以兄弟姊妹，就是咱拄着难以理解的代志，咱犹原来学习顺服。啊，这是足大的功课。我明明你想都袂，都毋是安尼，啊，你爱顺服呢吼。但是你知影，顺服上帝的旨意，你就要过着凡事感谢、常常喜乐的生活。最后一个小故事来做结束。韩国有一个出名的叫做四仔，哈，一只手两只指头啊，尔，一只手两只指头，会更严格叫做李氏爷吼。伊出世就严重的四肢畸形啦吼，啊，所以伊的手加四支指头啊，啊，膝盖下面佫无骹呢。因为老母伫咧怀胎的时阵就超音波验出来。啊，这老母实在是足好胆、足有信心啊！伊讲吼，伊无爱违背上帝旨意。既然上帝甲这个囝吼，伊就要甲生落来，安就对。老早医生来讲，这个可能囡仔有过样哦吼，伊就甲生落来。啊，所以这个视野吼，伊伫成长的过程中间，伊比别人较矮势，因为无骹嘛。啊，所以互人笑。啊，逐项代志拢互伊感觉真绝望。毋过，这个视野吼，佫是一个真开朗。真欢喜的囡仔，无失去愿望。啊，伊吼原来是安怎呢？伊两支指头啊吼，爱学写字啊，啊两支指头要夹笔啊。咱知影夹笔就是一个指头母啊，食指啊夹起来，毋知写会好势。啊，为着训练你指头啊有力，两支指头有力，伊讲去学弹琴啦。啊，咱知影手指头运动。啊，无想讲学弹琴啊，发觉讲，伊这囡仔有音乐的天分呢，有音乐的天分咯，啊，伊就弹啊，变做一个音乐家。哇！伊用四支指头弹琴嘛，煞变做足侪人受激励啦。讲你看，即款囡仔伊都我当弹琴哦，啊，阮这好脚好手的吼，毋通要怨叹啊，就对啦。啊，所以上帝透过即个视野吼，啊来完成梦想安尼就对。啊，这是即个视野的相片，你也看伊四支指头啊，伫琴键上面。啊，会当做更严格，毋是讲啊，我会晓弹一哆来咪安尼尔，是真正会当演奏呢吼。啊，你若有机会上迄 YouTube 吼，你甲拍即个名，可能会当看到伊演奏。啊，伊就是四支指头，因为出世就是残障嘛吼。兄弟姊妹，即个李氏安怎做见证？伊讲，因为上帝感觉我真特别，所以才赐即个残障这份礼物。所以我总是足欢喜过日，哦，迄超过咱人的思考啊，吼！讲上帝竟然甲一个残障的做礼物互伊啦，啊，因为伊就是有信仰，伊才会甲即个歹事变好事，兄弟姊妹。所以，咱面临的苦难是上帝要互咱为着伊来圆梦的过程啦，所以咱爱会晓分别上帝长阔关心的旨意。最后，咱要讲是讲兄弟姊妹。咱大人拢无共款的难题，无共款的生活的困难条件，但是你有这款的概念，咱相信主耶稣的人会当对上帝得到迄个梦想，是照着上帝的计划来带你人生的指南针。所以当咱接受上帝所赐的梦想的时阵，专业的瓦靠，伊就要引带你达到伊所梦想的目的地。这是一个奇妙的信仰的操练的过程，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方向甲难度，但是个人的领受是你家己爱去追求。愿主将这款的信心甲愿望放伫你的心内，因为主要将这款的平安甲信心赐予你。兄弟姊妹，咱要三甲来吟首诗歌来做回应吼。这首诗歌是。我有保护者伫身边，咱做伙来吟，一面来思考伊的意思，咱大家来学习。咱一个吟就好。我有保护者伫身边。虽然看袂见，仍无你，聆听。
咱音乐继续，咱要唱第二节的时阵，我要请所有这个中保大道的同工陆续来聚集到伫头前，咱要做伙同心来祈祷，来做祈恳。咱坐咧吟来唱第二节，这个时阵开始，请这个所有中保同工5楼4楼，咱拢在头前，咱来唱第二节。上主欢喜听我祈祷，做我大牧者甲保护，一切我靠主来拜遍，明日将万事交托你，主做我日头甲顶拜，迷失就无行无看开，终因对可知那下子，只有随便我问我你。咱第一场礼拜大道同工已经徛伫即个所在，无需要透过拄则分享的讲道搁一个报告，然后再开始来做即个册派礼。兄弟姊妹，咱的中保大道式就是咱富强教会造梦的工厂，筑梦的工厂。因为上帝互伊无变做有，困难变做荣耀的神者。是咱逐人欢喜交托，将信心放伫咱的祈祷中间。52期什么意思呢？一年3期，所以拢总18年是无？18年，咱无断线接伫即个祈祷。这同工要伫主的面前一礼拜立志献身1小时，至少1小时，到伫祈祷室。为着别人，为着家己，为着教会，为着国家来祈祷。我相信有这个心意的人，也要家己经历着上帝无限的快乐。咱也邀请头一摆加入伫这个大道事工的咱小等的礼拜煞，会当到伫1楼的大祈祷室，咱的大道的同工咱的队长要甲你解释安怎进行吼。所以这时阵要请所有这个咱的大道同工，咱是看音幕，还是看你的这个祈祷单，咱就做伙开声。当我念讲我的时阵，你就念你的大名，咱甲这个祈祷词伫主的面前来做册派。咱做伙来，我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甲册派，忠诚委身伫教会中的中保大道事工。我愿意遵守中保祈祷所服侍的时间，参与守望祈祷的责任甲使命。第3，有关伫大道室各项教会事工甲个人的大道事项，我愿意逐人拢保守秘密。愿上帝甲我伫地，也垂听我的祈祷。阿免。老师来做祝福，然后来做册派。主啊的上帝，感谢你。每一期拢有一阵大道勇士到主你面前。主啊，毋是阮有甚物款的规律，是阮欢喜将阮的软弱摆伫主你的面前。我要伫你面前谦卑求讨，知影阮个人的规律无法度人抵挡一切挑战，所以阮用同心一意的祈祷，将阮困难的事摆伫你的面前，愿主你来应允。拜上帝。这个大道的同工，奉献时间伫主你面前，主求你来应允、来接纳，互因知影伫祈祷室的时间，毋是偶然的，是带有大权能、大快乐的祈祷。主你要成就每一个伫你面前谦卑祈祷的事，也阮恳求你来鼓励更较多有份。参与祈祷的同工也加入伫这个行列的内面，互富强教会的大道室就是一个大的造梦的工厂，一个大的工厂，大大的
见证上帝大开力伫阮中间所显现的，互阮的见证一项一项、一件一件，拢看见主你的应允。毋是阮敖，是因为阮知影阮的软弱甲谦卑，阮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求你保守阮这同工，伫这个祈祷的过程中间，拢无受到阻挡，保守因，天使保护因，圣神来热责，也互因要来到教会参加祈祷的路程，上帝你的保守甲面同在。伫你面前，谦卑恳求交托甲差派，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先向后转一下，好不好？我们用热烈掌声感谢大家鼓励。咱要翕相的，看一下，看这边就好，看咱的好手边高姐妹遐，啊，伊要甲咱翕一张车牌相片。好，大家啊，先回座。下这位，咱要奉献进行，牧师要招咱来做伙纪念信仰告别第3部分吼。啊，咱做伙开声哦吼，来，咱落去去啊。再来，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真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者的温数，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白，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真侪新创造的人，互世界真侪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咱才接受准备来收奉献。请咱三甲来奉献。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会友请坐。报告大神，请咱先掀开周报最后一页，咱共同来读经句。请着孝敬父母，这是头一个附带应允的诫命。安尼，你就会大项好势，伫即个地久长徛起。以弗所书6章第2节。报告，请掀开周报第2页。主理敬拜何塞同工，请咱家己看。第3页，请咱家己看。第4页，
机体交通第一项，今仔日2场礼拜举行52期中保大道东港祝福车牌礼拜。第二项，本会定后主日举行母亲节感恩礼拜，欢迎每一位母亲踊跃参加。第三，本会庆祝5月21母亲节，定后主日5月21起开始全家福翕相服务。第四项，本会54年小组事工检讨会甲排球联谊赛。第一小点，本会定5月25礼拜举行小组事工研讨会，时间请咱家己看。第二点，本会定6月8日礼拜举行排球联谊赛，下晡2点到5点半，中营中学举行。今仔日开始报名，详细办法伫1楼的布告栏，欢迎兄弟踊跃报名参加。第一点，主理早祷会下骹，请咱家己看，请掀开第5页。第5页，请咱家己看。第6页，牧区团契消息。第2项的第3母亲节献诗，伫5月11日，由主理2学生老师负责2场礼拜母亲节献诗。集合时间、地点伫第一场，透早8点半教育中心地下室；第二场是透早10点半伫教育中心。财务奉献若有处理，请联络财务部，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咱今仔日真欢迎吼，咱有一位新朋友伫咱中间吼。事实新朋友嘛算旧朋友啦。我们有位邱医师来参加咱的礼拜吼，来欢迎伊邱耀东医师，欢迎你哈。伊事实是咱新老北医吼进前咱的医师啦吼。伊真欢喜甲咱遮的新老的同工拢足熟悉，伊今仔日特别来到咱教会做礼拜欢迎你吼！常常来阮中间，谢谢，好，请坐，请坐。咱的邱医师足爱拍乒乓，拍乒乓。所以咱昨咱教会去参加乒乓比赛，熟悉到咱的邱医师伊因为看见咱富强教会昨去参加比赛着阿军感谢主。咱明年教会也嘛要举办咱教会内的乒乓比赛，咱真正咧招兵买马，看有迄高手拢来加入大细汉拢欢迎啦这是偶然得到的奖品昨足老热20几队呢，21队咱得第2名呢毋是遐简单啦感谢主咱嘛阁有一个比赛，咱家己教会内要先热身，咱52年咱的排球赛要伫6月初8下晡2点，要伫中英中学咱老人嘛会使参加，你敢知影？是安那？参加趣味排球，甲讲出去讲上远，你会晓袂？你嘛会使参加所以正式的比赛就是6个落去比啦过网嘛有其他的，所以恁上年嘛会使报名小朋友嘛会使报名咱各牧区开始筹组球队，
但是牧师一个提醒吼，你平时要做这款运动哦，一日就要落去拼吼，伊足容易受伤，所以都爱先学一下，学一下，啊，莫伤赌强啦，啊，无去伤着吼，我都爱去看医生看足久呢吼。啊，所以运动足重要，平常时有运动足重要吼。但是你啊，临时要加入这项运动，爱先热身啦，先做一寡肢体动作啦，做一寡小小的学习。啊，毋过有趣味排球就是讲，轻轻啊，要用讲的也好，啊，要用讲准的拢会使。咱的志奇老师吼已经想好啊，就是拢老少咸宜的就对啦吼。啊，所以即阵开始组队要报名。好，牧师搁做倒来补充报告吼。拄则咱搁看头前，就是讲，咱即个场景啦吼，场景是3楼的母亲节的全家福的拍照。啊，咱呢吼，进前就甲3人执事赶一个人去做好啊。啊，咱讲后礼拜才要开始翕啦。但是安怎呢？咱为着安尼，咱的爱心午餐嘛暂停呢，要互恁翕呢。啊，即嘛煞下着啊，好，今仔日就开始翕啊啦。你若毋过可能咱的迄个摄影同工还未准备好，你先用手机啊家己翕。啊，后礼拜全部开放，1楼也要搭做好啊。但是今仔日敢若剩3楼有尔吼。啊，咱要连续3礼拜拢会使翕。啊，你若讲有需要翕全体，讲阮的家庭拢够啊，拜托人甲你翕吼，拢无问题哦吼。啊，这是咱每一年一个仪式感就对啦。讲阮全家翕一张是2025年的全家福吼。啊，这点请大家踊跃来参与哦吼。好，搁一2项报告吼，咱伫顶礼拜拜六吼，啊，咱有为着咱的詹金华牧师举行追思个别礼拜。啊，因为过长工的顶礼拜日吼，咱素荣长老因的全家拢赶去花莲吼，为着因爸爸的骨灰来做安放，伊无伫咱中间。啊，我有讲请咱的素荣长老啊，搁施巴老师徛起来。啊，甲咱点一个头，啊，表示多谢咱的关心甲带导吼。咱继续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感谢主吼，感谢主。也拄则有讲起着咱的小组事工吼，咱是有一个封闭性的讨论会啦，就是原则上用咱对象是咱的小组长为主，但是你若感觉对这个事工有意向，请你甲你的小组长讲想要来学习吼，就是咱的第4点这个小组事工研讨会啦吼。啊，小等下咱礼拜刷进前，咱要来举行这个这个做5月份的庆生会哦，啊，咱请5月份的寿星准备吼。最后是一个中会消息啦吼，中会消息就是讲，咱要伫5月初8哈，后礼拜我写记毋对去，可能时间毋对去，你5月11是无？5月18才对，是咱写毋对去，周报写毋对，校对无好势。18号下晡吼，啊，伫咱的即个东门教会有要举办一个特别的演讲会。啊，即个演讲员吼，可能咱足侪人伫 YouTube 啦、伫电视看到，就是明居正教授、明居正教授，伊要甲咱分析讲，中国是一个低基督的政权，你敢知影？所有的教会拢一个拢拆了。啊，咱台湾人若要去传福音来说字，你若炸圣经入去炸。传统音的物件就伊甲你刻起来，所以即马吼，敢若去中国，你若去佚佗，啊，佫无代志，你若想要去传福音，随时互掠去安尼。啊，所以即个国家对咱伫咱厝边是危险的。啊，即个名字叫足够分析。啊，伊原来是讲鼓励咱教会的牧师中入去听啦，但是我感觉讲吼，咱会友若有趣味吼，你嘛会使去参加就对啦吼。啊，若有意向的，咱的干事报名吼。咱5月18号讲毋对去，遮字写无好势。5月18下晡2点半到5点半，伫东门教会啊，伊要来举办一个演讲会吼，红色渗透啊，甲宗教迫害安尼，请咱大家做伙关心吼。好，咱小等下请遮个寿星吼，咱拢要来为着因来庆生，啊，咱来做结束。上因请起立，同心来因圣诗386首，因是煞请牧师就读。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名家诚信，俄罗斯。
愿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助，甲咱众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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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请坐密道，圣歌队来唱祝福的诗歌，再来敬圣会。愿主赐福保护你，感谢主。咱这时阵要来为着5月份的寿星来庆生，请5月的寿星站起来好无？咱来唱生日快乐歌来祝福你。啊，来分下节吼，咱要请泽龙执事带领来分下节来，咱来唱生日快乐歌。